虔诚的听众到早。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0页，解说甲正文第30页头一段，就是解说甲皈依觉两足尊。即马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皈依正利欲尊，皈依正正重尊，将今日起称觉为师，经不皈依舍无外道，以自性三宝相助证明。即马就是要对这道理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解说。在前面是讲皈依觉两足尊，咱平常是讲叫做皈依佛两足尊。佛是佛道的印度话，来解翻译中国话呢，就名叫做觉者。所以皈依觉两足尊，也就是等于是皈依佛两足尊。不过在这个所在，大概叫做觉。六祖慧能大师最重要的意义啦，也就是皈依自己的人格佛性。那边讲皈依正利欲尊，皈依正这个正是啥物呢？就是讲离开邪，名叫做讲正。邪甲正这两个是属于对立的物件，所以这个皈依正利欲尊，就是讲皈依正法，就是会当后来得到利欲。利欲就是讲远离了内心的欲望，会当远离内心的欲望，这就是非常的尊贵啊！安尼描叫做皈依正利欲尊。所以这个正也会使讲就是内心的正确的判断。安怎讲呢？就是讲咱众生有人格的佛性，这个人格的佛性对是非善恶邪正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之下呢，就会当后来离开了种种的邪恶等等，会当好趋向善，会当好趋向正，安尼呢，才会当好迈向咱人生正确的道路，会当使咱达到个幸福的目标。所以皈依正法，也就是会当互咱利欲，在当利欲迄个所在呢，就是一个真正尊贵的所在。下面讲皈依正正重尊，咱普通就是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正。即马伫遮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正。所以这个皈依正就是代表皈依法，就是皈依着正法。皈依正，这个正就是讲无染污，叫做讲做正啊。这个无染污叫做讲正，这就是在指讲这个正宝啊，会当后来严持正戒。在严持正戒迄个所在呢，会当后来得到清净。
那会当好来得到清净在大众中啦，就是会当好受人的尊敬，也就是一个真正尊贵的圣者。所以呢，这名叫做讲做归于净，是众中尊，那就是归于净的意思。净，这是在众中，众中也可以讲作是社会人群之中啦。这个净宝呢，乃是在社会人群之中，值得人尊敬，值得人家推崇。为什么会互人尊敬呢？就是会当好得到利欲清净，会当好来远离世间的种种欲望，会当好来持戒清净，身心拢清净，迄个所在，值得人家尊敬。下面讲将今日起清觉为师，竟不归于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相助正明。在前面归于净，或者是讲归于净这个所在呢，也是有迄个归自性的正法，归自性的清净体的意思。所以在下面再讲，从今仔日以起就清觉为师，就是以这个觉作为自己的师长。所以叫做讲做师，这个师长呢，就是会当教导人。也清觉为师，就是以咱自己的迄个觉体来作为咱的师长。以这个觉体来作为咱的师长的这个时阵咱呢就是会当好依照咱的灵觉的佛性来去学习修行。所以这灵觉佛性就是一个指导咱的师长了。所以才讲做清觉为师，就竟不归于邪魔外道。就无搁再来归于这个邪魔外道。那这个无搁再归于这个邪魔外道，什么叫做讲做邪魔？什么叫做讲外道呢？这个邪就是一种的偏邪。这个偏邪呢，就是讲无明了佛法。凡是无明了佛法，就无明了道理了。未当好正确来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理，那这就叫做讲邪。这个魔呢，就是一种的魔道，魔就是障碍。凡是会妨害佛法的，那这就是叫做讲做魔。所以就是无明了佛法的，会障碍佛法的，这名叫做讲做邪魔。这个外道，那是根据团定律所讲，就是讲心外求法呢，就名叫做讲做外道。无向内心来去求佛法，向心外去求法，这就是叫做讲做外道。在记写现记有安尼讲呢，讲所学的乖为着正理。随着自己的妄情，袂晓来回光返照，袂晓向内底来去回光返照，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外道。在法师赞有伫讲不欺福言名外道，就是讲无有采取佛所讲的话来去行。换一句话讲，就是无依照正法来啦，这就是叫做讲做外道。在印度有迄个律师外道，这个律师外道呢，各国有15个弟子，合起来就是律师呢有96种外道的意思。律师外道的第一就是富兰那假释。第二就是
末客的基舍利子。第三就是悬崖耶毗罗提子。第四就是阿基多西迦钦婆罗，阿基多西吉舍钦婆罗。第五呢就是迦罗丘多迦旃延。第六就是尼乾多肉提子。这呢就是96种外道的头啦，名就是叫做六事外道。不过在这个所在所讲的外道啦，就是指所有的这异端就是讲凡是无符合着佛法的，都名叫做外道。一旦称觉为师，就是讲以咱自心的零零角角的佛性为师啦，当然啦，就无搁再来皈依邪魔外道。也以自性的三宝呢相助证明以这个自性三宝相助证明就是讲用咱自己体性中的三宝来常常自己来证明讲到底咱是毋是皈依佛皈依觉以觉为师。所以叫做讲做三宝，凡是一切的佛，拢叫做讲做佛宝。也佛所讲的教法，拢是属于法宝。随着教法来去修行，叫做讲做正宝。自性三宝呢，就是讲每一个人各呢，其中有一个一体三宝。会当好明了法，这就是属于佛啦。会当远离了世间的种种固染，这就是属于法。会当好清净无为，名叫做净这就是所讲的自性三宝。三宝呢，有同体三宝、别相三宝、自持三宝等等。现主是伫遮所讲的自性三宝呢，就是同体三宝，也名叫做一体三宝，或者是叫做自体三宝。为什么它叫做自性三宝呢？这个自性三宝就是讲咱自己的心性就是三宝，自己的心性就是三宝。第一，咱自己的迄个性，就是讲自己的心性是一种的零零角角的。咱的灵觉本满的心性，这就是咱自性的佛宝。也咱的自性本来呢，就是寂灭，本来就是不生不灭，这就是属于法宝了。也这个灵觉的佛性，甲这个寂灭的体性，性呢是无怪种，名叫做净宝。也有一种的讲法，就是讲这个法宝者，就是在咱佛性中所记住的行沙功德，自性中所记住的行沙功德。甲咱本具的灵觉佛性，事理和合，这呢就名叫做净宝，合起来就是自性的三宝。所以咱必须了解，在咱自性中已经记住了有佛法僧三宝伫咧。即马这慧能大师呢，就是爱咱归佛了。毋通搁再皈依邪魔外道，以自性的三宝呢，常常自己来作为自己的证明。一边慧能大师讲，款先知是皈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净也，净者净也。讲我呢来劝恁遮的先知是啦。爱来
皈依自性的三宝，就是讲在皈依的时阵，应当就是爱皈依咱自性中的三宝。皈依自性中的三宝，比你皈依外表有形上的三宝呢，更加有迄个实质的意义。那自性中的三宝，这个佛者觉呀，讲这个佛呢，就是觉。因为佛这是印度话，来解翻译咱中国话，名叫做觉者。就是讲已经觉悟了宇宙人生真理的圣者，这名叫做佛啦。这个法就是正。为什么叫做讲正呢？就是讲无有偏狭，拢是非常的正确，非常的正直。所以名叫做法者正也。那在这个所在，应该呢，就是在指这个自性，就是正，就是法。讲正者正也，这个正本来是正客，正客呢就是三宝之一啦。来翻译中国话呢，名叫做讲将，这个将就是讲人较济，叫做讲将。人济到底是济偌济啊？就是凡是3个人以上的比丘和合在这个所在修行的名叫做正。那伫这个所在讲正者是正业，为什么讲正者就是正业呢？就是讲，既然是作为一个比丘，那一定持戒清净，无论身无论心嘛，无受染污啦。所以呢，这名叫做正。也从这个所在可以了解讲，作为一个正宝，伊的本分、伊的责任到底是啥物？一边讲自心归依觉，舍灭不生，少欲知足，能力在色，明量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觉。即无人我恐过贪爱执着，名利欲尊。自心归依正，一切颠罗爱欲境界，自性皆不能染，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故意，凡夫不会，将日之夜，修三归依。即马这就是讲，咱自心会当互来归依觉，也舍灭不生。因为咱自己来归依着咱自己的零零角角的佛性，就是讲将咱的心会当安住在迄个零零角角的佛性中，要哪呢？就舍灭不生，就未生去舍。未生去灭，这个舍就是不净。当然，咱应该舍甲这个恶这是做一伙物件，所以名叫做舍恶。那这个舍恶，或者是讲未黑，就别搁再生气就会当后来少欲知足，会当后来远离在色。这呢，就名叫做量足尊。为什么是少欲知足、能力在色，就是量足尊呢？咱必须来了解。这个少欲知足也可以讲就是福的满足。能力在色呢，也会使讲就是属于慧的满足。也会当后来少欲知足，会当好远离在色。这拢是因为自心归依自己的觉体，内心未生去舍灭，安尼才会当好来少欲知足。
才会当互来远离财色。世间到底是啥物人上富贵啊？有一句话讲做满足第一富。人若是未满足啊，任你讲财产偌济、金钱偌济、物质偌济，你的地位偌悬，有得到偌好的享受，在伊本身因为不满足，所以啊，等于是迄个散车人共款。因为伊将来呢都无感觉讲啊，安尼已经有够去啊。所以呢，虽然是富贵啊，等于是贫穷。迄个贫穷的人，伊会当得到满足，所以穿歹衫裤，伊嘛感觉真满足；食真歹嘛是感觉真满足；带着迄个破草船嘛感觉真满足。也那安尼呢，伊的内心啦就充满了富贵，充满了快乐。所以，这个小欲知足，这就是第一富。第一富，这就是代表了福的知足啦。在42章经原来讲，这个卫教经，毋是42章经，在卫教经直直讲，假若若是未满足的人，虽然在天堂抑阁不轻易。假如讲若是满足的人呢，虽然在地上啊，也感觉讲真快乐啦。世间啊，确实是如此。咱现在是在物质的享受讲起来，袂使咧讲无丰富啊。换一句话讲，就是讲咱现在是的物质的享受是相当丰富，但为什么咱现在是人内心啊，搁直直痛苦呢？这就是因为啊，咱不满足。在不满足迄个所在，虽然是讲富贵，等于就是散车；一旦满足迄个所在，虽然是散车，也就是富贵。迄边讲会当好远离这个财色呢，名叫做讲做量足尊。那远离这个财甲色，因为这个财甲色啊，这拢是对咱会造成伤害物件。有一句就在讲，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咱人啊，为着贪钱财，会害死咱一条命。尤其是贪这个色呢，同款啊，会害死咱一条命。因为这个色面顶迄就是一支刀啦。这个一支刀呢，对咱人的身躯刮落去，当然呢会去伤害着。那较严重的呢，一条命是乌好哀哉。会当后来远离财色，就是讲必须有智慧的人。因为这个财色这个物件呢，咱来摕一个譬如，就像讲暗时啊，点一把迄个火共款，也迄个野暗时伫飞迄个野啦，或者是讲网啦，在迄个暗的所在，拢爱看迄个光的所在。即马看到迄个光的所在，即马就走去了，飞去了，结果呢就是火啊，结果就烧死。财色甲这共款。咱有一句就讲，哎呀，某人啊，真爱钱，看到钱呢，目睭就金起来。有的人呢，真好色，看到迄个色呢，精神也来了。那这呢，就是等于讲咱迄个野也是讲网，伊即马伫遐咧飞来飞去，拢乌暗暗，哇，看到光的所在呢，一日就走去，走去呢，随时啊就去消息共款。财色可以讲是真正会迷人的物件，迷去财色迷去，那就是讲有智慧所以远离财色啊，这就是智慧的基础。所以咱一个人会当好归了咱自己的觉性，时时刻刻呢，将咱的人格的佛性来发挥了关照的作用。使伊的邪魅呢袂生起，就是讲袂生起，才会颠倒烦恼。会当好来消欲，会当好来知足，会当好来远离财色。那这都是名，叫做讲做量足尊。六祖慧能大师这款的解说，可以讲是非常的特色，甲咱一般的解说还无共。那是咱一般名叫做讲量足尊，就是讲智慧受满足，福德受满足。两项拢完全满足迄个所在，名叫做讲量足尊。
这个两足尊就是佛。所以咱一般解说迄个两足尊呢，就是已经成就佛果的佛道的解说。伫遮这完全就是约咱自身归于自身的自性的三宝的解说。两边的解说也是不同，但是约咱众生在伫修学佛法的过程中讲起来，六祖慧能大师的这款的解说法，可以讲是对咱真正有迄个实际意义。最近先听讲，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